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做回来认捌台湾事。大家好，我是下面张伟民。咱讲哦，全球经过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影响啦，侪所在拢成重灾区哦。远到医疗这个需求嘛，愈来愈悬哦。台湾这回收获啊遮尔好势，甲咱这个医学发展、健保资源有关系啊吼。这回嘛，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需要，全台湾这个徛家隔离也是徛家检疫哦，嘛有这个远到这个医疗这个需求吼，豆豆的称悬啊吼。另外，咱嘛看到国外吼，台湾的这个家长也是台商嘛真惊吓，啊嘛透过医疗咨询这个网络平台，会当得到专业医师的这个建议，来安打因这个不安的这个心理啊吼。那么看讲吼，过去咱这个国内医疗资源，因为取得较伫啊利便啊吼，侪人拢会伫诊所啊是病院看医师，第四哦这个远道医疗这个发展拢无人重视啊。这回透过疫情的这个脚步，嘛来对进前法规上安怎来推销？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先来邀请四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高雄县医师公会理事长王宏玉。所有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咱要邀请前圣多美 Principe 医疗团团长张如泰。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台中公田病院策略长孙茂胜。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大家好。第四位，咱要来邀请咱这个医疗科技平台资深护理师郑宇雄。主持人好，大家好。哦，是哦，咱讲这地真正真重啦。讲远到医疗，因为咱讲疫情的这个影响，这个需求已经出现啊。徛家隔离的无法度出来看医师啦吼，徛家检疫的嘛是爱好好踮伫这个咱讲厝内底啦吼，袂当出来。所以远到距离这个咱讲医疗有伊的必要性，咱先请咱的这个理事长。上简单的就是这边武汉会员来嘛，吼，武汉会员来做者居家检疫、居家隔离伫厝里啊，伊袂使拍拍照啊，爱若落晒免啦，爱若皮肤过敏免啦，所以迄阵阮就讲爱远到伫医疗嘛，远到医疗，伊即摆条件吼是法律上是即边讲变通的办法啦吼，所以即摆就是阮医师公会、健保局。啊，个卫生局，阮三方面讲，高雄市所有诊所200几间拢做，2000几间做来参加，安尼病人就足方便啦。是。啊，足方便的时阵，大先是讲爱一个依据，你要来请钱，所以大先讲，阮是用赖，吼赖2个人视讯，啊，我来看伊看我，爱录影。到尾开始讲赖袂使录影，啊，到尾就讲，我医生的一个手机啊，内底有病人，啊。我咧下面讲话，护理师迄阵就上安尼就准绳。哦，但是咧证明的这个方便。这边是讲安尼会当清钱啊吼，啊到尾啊吼，伊结论的时候是有一个截图就会使啦。这个截图就是讲，顶管是我嘛，这我嘛，这我妈妈啊，我是讲看病人，我是一个医生，一个病人，一个截图吼，安尼就会当清钱啊啦。但是这是变通的办法啦。啊，阮是希望讲吼，普通时啊，比如像一个阿公啊，伊中风啊，因后生时阵啊，甲爬去伫5楼，无电梯啊，啊，即摆拢伫5楼啊。啊，伊即摆破病免啊，阮来居家医疗去因兜甲看。啊，万一伊若讲临时临夜有简单的病，会当远距医疗的要袂当，吼，即摆是袂使。啊，另外就是讲，简单讲啦吼，阮开业务就足侪经验。一个妈妈坐月子做回来，啊，囡仔尻川拢烂去，尿布疹，啊，伊就带来哦，啊，带来好足侪啊，好7、8分啊，啊，伊就敲电话讲，啊，明仔载我叫阮人去，会敢袂使？病人无来袂使，即摆就我来亲自医疗，我就讲想这是毋是远距医疗？伊都3日前看过，5日前看，好足济啊，剩1点仔尔。吼，啊是讲一个囡仔伊总而言，控清楚要食1礼拜，较一个疗程嘛。啊，我甲开3日来互我看，即摆3日因爸爸讲，啊伊明仔载要考试呢，啊要考试啊，考9分啊，啊你医生家己讲要一个疗程呢，我来甲药啊，囡仔明仔载要考试啊，袂使，所以有足济拢袂使。是，啊所以阮即摆就是咧讲。按国家吼，基础医疗吼是病人去伊个家庭医师最上好，家庭医师无法度较介绍病院，安尼或者有效率啦，安尼较省钱啦。啊，你啥物代志拢走去病院，病院的远距医疗即马简单讲有3种，一种就是讲卫生所吼医生，想要讲伫平湖的倒个卫生所有医生，伫台东有卫生所有医生，伊看法哦心脏黑要跳，伊袂晓啊。伊即马就含义大啦，含长庚连线，啊，遐医生含遮医生连线，医生该安怎看，这拢无问题，这我嘛拢做好。第二个是平湖做者领导，跟他为护理师尔，啊，护理师半暝啊，病人艰苦啊，
船啊危险啊，伊即马连来医大医院啊，医大医院甲教讲免啊医要食啥物药啊，其实麻烦啊。护理师毋是医生啊，毋是医生啦，安尼嘛是麻烦。这个法律上也有这个规范伫咧。对，实在规范吼拢会使，但是拢无实施细则啦。OK。伊规范就讲你居家医疗吼，拢总会当现刀甲看了，会当通讯医疗。是。但是无一个办法，也无一个支付啊。所以我昨个问居家在宅医疗学理事长于尚如医师讲，恁即马要安那？伊讲有事先申请。OK。啊，未准的安尼啊。所以我即马就是讲，是毋是即地安？为了这边安来开放，安尼会较好一点。豆豆开放啦，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互咱吼各一届来思考这个问题。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这个网络科技这个时代啊，咱讲吼5G 啦吼，今年就要来上路啊吼。啊，其实咱嘛看到长期医疗较欠缺，就是咱这个大东关吼。啊，今年6月时阵，咱嘛有看到因咧塞啥咧？因咧塞这个眼科、耳鼻喉科啦，个皮肤科，会当透过这个高品质的这个影像哦，远距离来诊断这个医疗这个系统。咱先做回来看。新式高月节免线红仔人的所谓眼底镜、甲五官镜，即马伫台东县11个偏远离岛乡镇卫生所，拢已经建置完成。医护人员嘛受过训练，透过网络远距离传输系统，会当即时将患者镜头家伫外地的医疗中心专科医师会诊，互病人上适合的诊断治疗。台东县对顶个月试办以来，已经有258人次接受远距离诊疗服务。我就是方便很多，不用跑到那么远。然后药效也有改善。有这个计划之后，其实我们很多有这样需求的老人家，他们都会自己主动过来挂号，说想要做检查。台东县长期欠眼科、耳鼻喉科、甲皮肤科3个专科医师，即马卫福部当年投入1亿，提供台东县这3个专科的远距离医疗服务。县府11宣布全面启动，预计下半年5G 网络伫台东建置基地台，就当随甲高医、花莲主席甲马街病院连接，成做国内第一个5G 远距离医疗的示范区。结合高科技，那么导入到我们所有的离岛跟偏乡，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杆。赵宗良讲，台东县下出远距离医疗的一大步，未来可能会请全世界医疗专家来观摩。不过，县府表示，保证远距离医疗也未纳入健保给付，政府还阁继续拍拼，才会当有更较侪医疗专科投入，究竟医疗伫城市甲偏乡之间的差距。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看到这个台东的这个案例哦，爱去倒位看卫生所呢？哦，甲咱讲一般咱讲啊，远斗医疗会当伫厝。安尼做一寡这个诊所会当做的这个部分是无共款的。对。所以这部分我是讲，那卫生所会使做，是边仔的诊所，迄附近若无卫生所，边仔诊所嘛应该会使做啊。哦。毋是讲公家的就会使做，私人的就袂使做啊。我嘛有足侪去偏乡啊，做有爱心的医生，啊，伫遐我嘛感觉会使做，但是拢希望是卫生所是公立的啦。安尼啊，我是感觉应该是一视同仁。拢较普遍淡薄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咱台湾医疗吼，真正是牛啦吼，所以咱会当塞一个医疗外交遮，咱过去嘛，咱就过咱节目的张如泰，迄当阵这个团长啦吼。迄当阵咱甲台湾的医疗透过远距离的这个医疗，安怎去甲人看病咧？我迄当阵是2010年的民国99年，迄当阵去甲迄个西非那边一个咯，咱的邦交国啊，啊，伫遐拄则开始的时阵，咱的大使来讲，是毋是会当做一个阮岛的即个迄个国际医疗的迄款的会诊安尼？啊，迄当阵因为即个迄款网络也无足发达，所以迄当阵想足侪方式，但是拢足贵的，要去要去啊，我就用一个上简单的用 Skype 来啊，迄当阵是透过即个咱迄个大使馆一个卫星的卫星的网络啦，卫星的网络，毋是即马目前即种的伊透过咱迄个太空的卫星啊吼，对，迄个网络就去做头一届这个会，迄个烫伤的囡仔的会诊，感觉袂歹了，我嘛请迄当。迄个国家的即个总理来观摩，伊嘛感觉袂歹，所以伊就开始，阮就来推即个迄个湾岛的即个国际即个网络的即个迄个医疗的会诊。要出来就渐渐开发了。啊，其实6年来我伫遐做了即款的医疗的会诊，做了差不多。300-400例即种较特殊的，300-400例。对，耳鼻喉科的即种
迄款迄落病症的吼，因为我是外科做外科医生嘛，所以对入苗科、甲眼科啊、甲精神外科这种较无了解。尤其因遐足侪即款迄个慢性的即款迄个溃疡的骹烂去的即款迄个溃疡的即款迄个空喙。是。啊，要安怎治疗我嘛，请教咱迄个台北医学院这边的迄个精神外科专科医师。所以就透过这个 Skype 这个方式啦，吼，嘛是迄当阵因为网络较贵，用这款方式落去做这个诊断也好啦，是讲问一寡建议做咨询啦吼。其实咱嘛吼来看讲这个什么叫做到医疗，什么叫做这个距离的这个医疗，咱有做一张图表吼，先带大家做来看。咱讲就是讲使用这个互动式的这个视讯的方式，也是这个资讯通讯的这个技术咯，包含着诊断，也是讲治疗。咨询等等这医疗照护行为啦吼，以及咧，咱嘛有看到讲会当进行一寡这个卫生教育，也是讲医疗资讯的这个传达啦吼。另外，类型有啥物咧？类型有这个远距离的这个监测，也是讲吼病患会当透过这个有线还是无线这个传输科技啦吼，来去测量这个仪器咧，嘛传输着逐工的这个数字，互这个医疗团队来做一寡参考。另外咧，这个远距离的这个资讯哦，是透过这个电话，也是讲视讯的这个方式吼，嘛，互病患会当得到专业的这个医疗资讯的这个服务啦吼。的是啥物？以病人咯做核心啦吼，甲过去这个就医的这个方式无共款。远距离的这个医疗啦吼，会当互病患有真悬的这个自主性。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宫田医师，这个病院的这个测量长啦吼。其实咱看到，咱头头讲的有这个远距离的监测。远距离的这个资讯，咱先来讲监测这块啦吼。咱讲这个测量长本身是这个肝胆的肠胃科的这个专科啦吼。其实若是讲我要做一寡远距离的这个资讯，咱要甲你请教，一般人会甲你请教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咱时常会拄到患者敲一个电话，还是讲其他的方式来请教说，我的胃那最近拢闷做无爽快，哪会感觉要车酸？尤其暗时的较会发生，而且心情真无好势的时阵较严重。像这个情形，咱用到患者做一下技术上会使来做一下解说。当然无涉及讲你这就是一定什么病。用经过这个咨询的方式，咱来说明，用卫教的方式来做病情的说明。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方式。透过卫生教育这个方式，就是莫讲牵涉到这个医疗行为，咱讲山顶的这部分。法律上规范真济，咱等下做回来讲啦吼。其实嘛要过来请教咱的这个测量长啦吼。其实咧杀的这块啦吼，就是山顶的这个部分，咱有甲其他的这个科技平台来做这个配合啦吼。其实供电者吼嘛真济医师来参与，其实佫有其他这个病院啦吼。除了恁的这个平台以外，佫有咱讲。侪年前吼，2年前差不多都有这个另外这个医疗平台啦吼，但是伊嘛拄到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啦吼。你感觉这是虾米款的这个问题要去突破咧？这个主持人这个题目相当好啦吼，嘛是作下即摆这个时代。咱知影讲这个疫情足严重，是，用讲是台湾目前是全世界上安全的所在，但是咱爱考虑到咱的家人、咱的国人，有当时拢伫迄个全世界。是。包括伫非洲嘛有可能，伫美国、英国、澳洲各方面，因嘛是含咱是共心共会的人、共血统的人。是，咱应该愈来关心。这个人，伊即摆是真无助，伊即摆拢被隔离，我都出来，伊心情真歹。咱假使有一个这个平台，会使甲伊联络。医生，台湾是医生这个素质拢真悬，伊有这个能力，所以咱即摆通常像。台湾上行的一句话就是台湾 can help。Of course， 台湾 can help 啦吼。对，除了口罩以外，是不是要有这个医疗的咨询？这个平台除了喙炎啦吼，咱讲喙炎做外交，咱的这个咨询是拼这个实力、拼内在这个部分，然后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医疗平台到底什么伫头顶会使问，什么袂当问，医师会当互你做什么建议，什么袂当，咱先做来看。这个是王医师，这个是Irene，即马开始咨询。好，张妈妈你好，你时仔大的吼，你讲一下你即摆的问题是啥物好无？伫咧国外生活的民众透过网络进行线顶医疗咨询，专门的医疗管理师嘛随时监控。我的建议是安尼啦吼，恁翁可能嘛是爱去检查吼，了后呢，你应该是有一款病叫做多囊性的卵巢，吼。
这款病吼是安尼，就是讲伊面试拢无啥，唔知影当时会来。医生透过问诊，初初先互因相关的医疗建议。透过网络吼，这个力量吼，甲大家会当做伙，啊，佫会讲互因咨询，看因即马有啥物问题。法令上吼，伫台湾咱是袂当安尼做网络的问诊，吼，原则上是袂当。啊，咱嘛袂当讲伫网络面顶就开药啊，嘛袂当伫网络讲就做检查。所以吼，咱即马伫网络对外国的妈妈来讲吼，咱是做一个咨询，吼，伊会当问阮问题。啊，咱用问的时阵吼，咱差不多知影是啥物方向，会当甲伊讲啊，你会当为啥物方向去注意，吼，目前就会当讲安尼尔。所以我的建议是讲吼，咱其实咱的法令吼，爱搁较开放咧，互咱的医师吼，会当真正去帮助着愈侪人吼。线顶网络医疗咨询服务长时行，不过佮拄到台湾法规上限制，安怎突破？就看医疗产业界甲政府如何协商对话。记者综合报道。是啦，透过亲像即款的这个网络科技啦吼，医疗咨询的这个平台，真正会当吼，这个咱讲伫国外的妈妈也好，还是讲台商也好啦吼，因为即回疫情真正伤严重，尤其是伫这个美国这个所在啦吼。真正封城就甲你封3个月啊！啊，真正你若是有病过去，因为看医师就真困难啊！你要去找一个医师挂号，你都要等2个月。啊，这回佫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啦吼，咱嘛有看到这个医疗平台吼，上济这个妈妈也好，还是讲其他这个家长也好，拢有这款的这个镜头啦吼。啊，咱佫继续请教咱的武雄。是主持人，即届这武汉肺炎嘛，其实咱台湾爱先感谢咱在位的医生啦。有咱的医护人员，其实就是因，所以咱有咱的政府啦，所以咱台湾较收较遮好。伫外国真正毋是安尼啦。阮平台到即马其实较1个月尔，但这1个月来超过100外个爸爸妈妈来甲阮问问题。问问题主要其实拢是囡仔的问题啦。是安怎咧？因为咱爸爸妈妈家己的囡仔破病，其实迄忧心是足紧张的。嘿，啊，即马佫无法度去病院，去病院。哦，若无即个疫情的关系，其实咱嘛爱塞车去，去到遐搁爱等，啊等了去遐搁有感染的风险，对无？啊，即摆武汉肺炎的状况，这是你绝对袂想要去病院的啦。所以即摆吼，就是咱台湾的医生真正安尼徛出来帮助咱海外的朋友，嘿，就像曹策略长讲的，主持人讲的，咱讲台湾 can help，但是咱毋是惊关这口罩，咱真正医生咧实实在在帮助海外。是，嘛真正做到头头医生讲的，就甲咱的医疗做到那外高咧。不过咱嘛拄到这个困境伫咧，可能咱这个咨询啦吼，真正是互你一寡建议尔，一寡吼诊断上的这个部分，真正无法度去进行。你若要诊断吼，这个医师法11条，医生爱亲自看病人，爱 face to face 吼。亲自吼有2种意思，一种是实质上的，一种是意义上的，是讲。我著甲你看，啊，你著香港看，过3日药膏抹了足有效，搁来我会当甲你开1礼拜、2礼拜，你无用来，啊，我著3日能看过啊，即摆搁看，有的人讲安尼有哪有做亲自啦，但是法界的人，法律上是不承认阮即种讲法，所以我即摆无法度安尼啦吼。啊，我即摆搁讲一个例，就是讲按国家1档开30亿，做叫做家庭医师的照护计划啦吼。啊，这差不多台湾报纸30几个诊所，啊，差不多500-600万的民众拢参加这个计划，啊，阮就是一定要有一个24点钟的咨询电话，就是讲你24点钟爱互问啦。啊，阮公山医疗群就是讲0952。995，这公山哦，这公山俩，0952，大家拢卡这支哩。伊若加做公山啦，吼，没啊啦吼。啊，所以这24点钟是一个护理长在讲嘛。是。啊，有咱个判断讲，啊，即马差不多安那样做较好啦吼。啊，当然说伊若无甲讲啥物病，安尼是不要紧。啊，伊就讲假日过来互阮看，安那样。啊，可能若发烧进一个金卡针，还是讲洗热水澡，安那样，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医疗的行为啦吼。啊。伊假日嘛，咱甲阮讲，啊，阮着去敲电话去问病人。哎呀，你昨下是安那艰苦，开问这个电话，我感觉安尼足好啊。吼，啊，所以今年吼，阮医师公会专联会，我嘛有讲啊，1922是一个
普通安尼问迄个武汉肺炎感染的专线嘛，192嘛。啊，我讲若较深的，阮医生袂晓要问到一个1933，叫李炳林教授还是黄立明教授，较深的安尼。阮这个嘛讲哦，若有1级开设的时阵是毋是安尼有哪会使？大家拢爱学习，拢爱学习嘛吼。所以我觉得讲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很好了吼。那应该慢慢的松绑一下，看外国像日本这边吼，大省因居家医疗的老人吼，第一遍家己看，第二遍拢爱去因兜看，去因兜看。即摆为了武汉肺炎怎讲？第二遍开始，你拢会当用视讯啊。所以我是感觉安尼是足好啦吼。啊，头拄有讲到讲头拄的设备吼，阮诊所的视讯人病人就是加奶嘛，啊奶的视讯，我以前嘛毋加奶，我感觉我以前已经做甲足好啊，我还没加奶啊。但是阮高雄县有2间病院，义大医院吼，伊杜元坤那拢会骗我嘛，伊你台视讯讲爱50万啦吼，啊我问中间，伊即摆佫有一个5关镜吼，会当5G 传播，歹势一台380万。啊，阮诊所吼是会当用奶含病人，但是会当解决足侪问题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诊所这边吼，有哪会当先初步开发老人啦、可怜的人啦、居家啦、家庭照护，是毋是这方面有哪会当开发？啊，阮的法规拢有哦。民国107年5月吼，医疗迄个通讯警察的治疗办法拢有写讲会使，但是无一个实施细则啦。啊，有那足严格讲，爱个写企划书啦，爱个安那样，迄足较麻烦啦。办法是有，但是这个施行这个细则无啦。啊，几乎啊无啦。所以咱带大家来看吼，其实医师法内底有11条，佮有这个咱头拄讲这个通讯、检查吼、治疗办法第2条拢有做一寡规范吼。咱来看讲11条是写啥吼？伊讲医师若是毋是吼亲身去做检查吼，袂当施行治疗甲开药方吼，还是讲交互诊断书。另外，咱嘛看到这个通讯检查吼治疗办法第2条吼，有分3类啦吼。第一类咱看到是较偏向地区啦吼，伫咧山地还是讲离岛偏僻这个地区。第2部分是较特殊的类型啦，亲像看什么款的病患咧？较急性的住院的这个病人，出院了后3个月，你内底爱搁去追踪治疗的。另外，长期照护使用者。第3呢，有这个家庭医师综合性照护法规定的这个病人。另外嘛，有主管机关认定的这个远距离，还是讲远斗徛家照护相关法令的这个受案的对象。另外嘛，境外这个病人啦吼，这个毋是这个本国籍，还是讲无参加到全民健康保险的啦吼，另外就是较急迫的这个情形啦吼，所以有这个问题伫咧。咱继续过来请教咱的团长啦吼，咱内底有讲到这个境外病人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医师法第11条，这个规范是毋是甲所有医师拢拔掉了？无毋对，其实我咧国外，阮当中嘛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讲你医生无看到这个病人，你就袂使有这个医疗行为，医疗行为，所以当中阮嘛足困扰，但是阮是，而且阮是想一个办法，就是讲，我医生徛喺这个病人边啊，我毋是专科医师，另外这个医师徛咧，对，一般科的医师徛喺边啊，不管伊是住院医师也是落实习医师啊，反正伊有医师执照的，有牌就好啦，伊徛喺边啊，啊这代表这边是一个专科医，啊2个伫遐讲，啊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啊，所以当阵这个法律就是当阵，阮就足困扰，但是即马吼，就是讲咱会当这个头拄咱理事长讲的，就是讲迄个法律会当个松，较松的吼，是，就这高科技的这款的咯吼物件吼。才会当发挥啦，啊无你去互绑死的，拢无法度发挥。遐好的物件歹用，害大家拢安尼白掉掉，白掉掉。像我最近嘛拄着一个吼，伊都讲伊吼，迄个会使踮喺厝的吼，伊定来摕止疼药啊尔，发作起来伊就无法度出来，会当讲吼叫我。迄个伊边啊，迄个照顾的人来摕药啊，我讲歹势无法度，我若互你到时，我就去用好啦吼，所以这是足困扰，对医生来讲足困扰。对医师来讲有这个法令上这个白条条的所在，对病患来讲尤其无方便啦吼。咱讲过去，咱已经有咱看爱去病院排队挂号，都要等差不多2、3点钟吼，规个这个前来可能半工的时间。
就沉去啊，吼。继续咱过来请教咱的这个切入长啦，吼。其实咱头头讲到这个医疗科技平台啦，吼。啊，其实公电病院嘛是有实际这个病院也过来看诊。你感觉这个两大这个部分啦，吼，伫咧法令上上大无共款，对这个实际这个病院也好，对网络科技平台这个资讯也好，伊上大的差异伫倒位？感谢哈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政策。假使咱有一个远距的这个平台的话，有真大的好处，就是讲咱会使1对1个人化，是伊有啥物问题会使甲咱讲，边拢无足侪人伫听到，干那1对1，这是要个人化的医疗，用尽情的把他的心中的心内的话讲出来。咱医疗上就是身心灵的照顾，假使咱聆听伊的郁卒，尤其这些人拢是咱的家人。咱的国人，咱若第一摆听到电话举起来的时阵，心情怎啊足感动的。遐个人是咱的人，但是伊伫国外，伊求救无门，我都去找啥物人来倾说他的一个事情，甚至因的丈夫还是囡仔也被关起来，伫内底的时阵，就是变成我都发泄出伊心情的郁卒，咱也我都甲伊讲话来安慰。来指出讲伊倒位啥物有可能啥物款的问题，是安尼时阵利用讨白，这心情的讨白，用讲是人健康的表现，身心灵，唔是干那加油啊，咱也来聆听安尼就真有一个意思去。第二点事实上头拄王理事长有咧讲，咱即马足侪经过1922，透过这个机制，靠这个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的人。我都一个来甲病院，甚至无来病院时阵，就是用过这个视讯的方法，这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时期。假使讲，咱应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础啦，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用讲有一个有可能等于就是变做咱普通时的流感呀。流感的时阵，有时较厉害，有时较无厉害。伫国外流感嘛死足侪人，咱这届处理了真好势。但是咱未来万有一个破口，然后社区传染出来，迄当阵规个崩溃迄当阵你嘛是无度来甲病院。这个制度上你也无立法，该就无度进行，因为即摆时阵用讲是破口真少，几乎无啦。咱的防疫做了真好，但是万一有一个咱的破口，咱医疗等于崩盘，唔知要哪处理。所以这个立法做基础，咱慢慢来做，愈做愈好势。这立法有啥物欠点，有啥物无好势所在，来做一寡小小的改变，迎接下一次有可能会发生的做好准备啦，对，有影啦所以这个立法上，其实咱等下当个好好讨论。继续嘛要请教武雄啦伫咧这个平台顶咱嘛看讲这个侪人拢有因的这个心声啦什么款的这个你头有讲到这个家长为主啦因的镜头以什么大部分？大部分其实咱囡仔的发展啦，就拄到做侪问题的啦。其实先你囡仔一顿无食饭，其实就做烦恼的啊。系啊，但是我头仔感觉讲，大家咧讨论是讲，这医疗的法律应该开放。我是感觉讲咱的科技其实拢准备好啊。像咱病人辨识，咱即马就有人脸辨识啊，会当辨识讲这个病人是不是咱的病人。嘿，咱的科技有做到讲有法度用视讯镜头，甲你量你的血压、你的心跳。这尔科技，嘿，即摆已经有法度做到安尼，所以讲咱台湾毋是讲医疗做第一个，咱的资讯嘛是第一，通讯科技，通讯嘛是第一个啦。所以讲你有这样的拜托啥生命真相传好医生，其实医生第一步就会知影讲这个病人伊即摆到底状况到底是安怎。第一，咱嘛有讲迄种远距的听诊器，然后听讲咱巴肚安怎，心跳安怎，还是即摆肺炎的问题，伊呼吸是安怎。那真正讲拄着咱后一波疫情，那这种状况，咱知影讲，伊唔免去病院，因为即马那民众伊做慌张的时阵，伊先基本上伊就走去病院啊，其实迄是足大的风险啦。所以科技咱准备好，其实咱法律甲松绑其实咱台湾的医疗会当做甲愈好。一个法律上啦但是立法上安怎会当去建议讲，这立法委员多斗3工一个？
医师法11条要改是足困难啦吼。啊，我那写一个文章讲是爱实质认定，形式上还是实质啦。你形式上较无重要嘛，实质上的认定我都甲你看。啊，过3日。就相像个，也是讲张医师就看过来病人，有一边伊都无方便来吼，所以实质跟形式啥物上较重要？我是感觉，形式较无重要，形式较无重要，对，实质较重要，这第一点嘛吼。第二点又开一个门，就是讲以下例外啊，以下就是咱头拄我讲的通讯诊查治疗办法，有甲你分作者嘛，这先甲放互开。放互开，先试办看卖啊。试办啊好，我是感觉讲按着较普遍性，学日本、学美国、学较侪国家，会当学外国的经验啊。安尼无足好啊。我会当去补充一下，头拄张医师咧讲迄，我就受足济。伊讲伊疼，人要开只，拜托别人开只，伊唔敢开啊。我一个阿婆住伫阿莲啊吼，因先生不幸的过身啊嘛。伊特别拢个包车来，我遮领爱困药啊，轻的哦，染色的尔，足轻的抗焦虑的。一边领30粒也无几元，但是包车400块就袂好啊。袂好啦吼。啊，阮庄啊头边啊拢伫恁遮附近上班，阁袂当来领。啊，我就甲讲真正足歹势。我讲啊，无你敢袂当伫恁兜附近看恁兜附近的医生？伊就无阮护理师讲，王医师较会歹甲我看。啊，阮听到足艰苦的啊，对毋对？是。啊，另外更较艰苦的是安怎呢？阮医师公会专联会哦，一档内底有差不多几10间的诊所，互节目是讲你做病停约停1个月袂使看病，2个月、3个月。一半以上拢违反医师法11条，非亲自诊查。是，啊，迄就是医生好心嘛。张医师若好心来开一个指定药啊，我来用停业哈。啊，对，无，伊是较严重啦。是，是较严重啦。轻的当然是先甲你警告了，但是我意思是讲，这样代志安来解决啦。是，毋是干那这个现象一直出现哈，因为真正有这个需求。足侪医生就是好心要跟斗3工，啊，万一。都别项代志咧查，都是在查着，啊，你就麻烦啦。是哦，所以这个法律上吼，一半以上方处罚的拢是医师法11条，非亲自诊查。是啦吼，所以真正这个部分白条条啦吼。啊，其实咱嘛有讲到这个通讯诊查治疗办法第2条啦吼，对境外病人，咱都会使安尼做帮助啊。是安咱台湾的病人无法度安尼，咱继续请教咱的团长。就是讲，咱其实咱国内吼，会使。做较更较好吼，做一迄个模范吼人看啦。啊，主要也是即个，因为吼，即个法律上的问题，所以即个无解决吼，咱正经咱白骹白手你都无法度人发挥，更较好的物件你都无法度人发挥。是。啊，其实即摆足侪人想要安尼做。啊，我嘛坦白讲，我本来咧万方便医，但是我尾手啊，即个月我就去台中的太平诶。诊查所在，伫遐一个诊所内底咧看，啊，就是想讲，看会当用吼，即个阮岛的即个医疗即个咧回诊吼，会当帮助较偏僻的，一寡较交通无方便的，还是行动无方便的，即寡迄落需要医疗的一寡人吼，来民众来做看会当迄落做一寡试验，但是。那卡着这个医疗法落去吼，你要安怎做拢白条咧。哦，自这个万方便医落去到这个台中的这个太平啦吼，毋茫讲会当实现咱头拄讲的这个远距离，还是讲远到医疗这个部分，啊，其实上嘛是拄着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啦吼。这是咱讲的一般的医疗，还是讲这个平台可能会拄着，还是讲病患者拢会拄着。啊，其实咱嘛吼，今仔日请到这是医疗资讯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平台，然后伫线顶的这个法律上又搁较严格，吼，会拄着安尼的问题，无咱先搁请这个策略长，有即款搁较严格的无？比起咱头拄讲的，一个远端的这个监测也好，还是讲要互你处方也好，伊其实这个医疗科技平台，伊敢若是只是平台尔。虽然我有这个医师来去做一寡建议，但是我会当做袂当做，规范也搁真清楚。是啊，这个。远端的这个医疗，会使实际上会使无限的发展。假设讲，假使讲经过卫教师，有真好的数字的收集，包括血压、血压、心跳、呼吸，然后甚至这个心电图，马上传递。这个资料会传来，24小时拢了解，传来到这个各管的这个卫教师来，卫教师一判断以后，用经过这个病
的这个资讯，然后传入值班的医生，包括伫加护病房的值班的医生，是讲其他的这个急诊室的医生，是讲加护病房医生拢会使。经过医生搁再判断的话，除了监测以外，要各人讲正好的建议，甚至转连到这个119，119马上派车去来载倒转来。这是一个发展的机制。假使无把这个门拍开，大家唔敢伫遮咧做发展，台湾医疗都永远无法度进步。拢停了啊！对哦，是透过安尼，这个解剖以后，但是我头讲过，你经过这个值班的医生这就是要有值班的医生伊本来都伫加护病房伫急诊啊，伫无用，佫经过这是我较勉强啦。是，但是即摆佫惊讲有即个犯法的代志。OK。所以做两重，这也拍破以后，实际上台湾的医疗会使佫往上佫上升。所以这个循环，譬如讲我经过这个咨询对，这个平台医师互你一寡建议，然后佫一寡这个心跳、这个仪器来监控，随时甲我这个数字传互这个病院内底，这个循环会当做好势，尾手结合这个医疗行为，若是这个循环做好势，真正台湾的这个医疗不得了啦但是即阵卡着法律上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医疗上紧急来3种病，一个是心脏病，心肌梗塞，马上拍通；第二样中风。爱马上来注射来通血路，还是取栓对动脉啊，这个栓塞摕掉。第三个外伤啦、车祸足厉害，其中这2项上重要。这2项经过这个远道医疗，马上伫遐测到以后，马上119把车驶过来。安尼时确实大概全世界上进步的一个医疗的这个阶段，台湾这方面已经拢做了袂歹，拢准备好势啊。这技术平台拢已经有啊，但是这也我都搁大泄露好势，哇，那不得了。是，所以法律上要紧对起来这嘛是咱今日节目呼吁的啦其实咱侪位医师拢伫遮，嘛证明讲其实有这个需求伫，但是法律上都卡伫咧遮卡关啊啦其实咱嘛讲台湾为什么需要这个远距离，还是讲远到这个医疗对偏乡离岛的这个人来讲，其实真正无像这个大城市遐尔这个利便另外因佫有这个长期照护，甲这个徛家照护这个需求。咱讲这个城市咧，其实这个人是愈来愈老化这个部分，另外这个慢性病嘛是豆豆咧抢悬。咱嘛去讲病院内底四界拢是人排甲叉医疗资源嘛无平均。另外啦，若是讲这个远道医疗、远距离医疗，啥物人佫使用会到？就是讲咱出国伫咧外地啦全球的这个大商国人出国旅游破病的时阵，嘛是敢来当接受着讲当地这个处置啦开钱非常这个伤。另外咱们头拄有讲到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嘛有另外一个远道医疗这个需求。另外咱要过来请武上其实咱除了这个侪大商伫咧咱讲的武汉肺炎常用的这个美国啦其实一般人大商即马往谈人的人嘛是真侪。是，但是因拄到这个语言未通的这个问题，若是讲我伫在地要去看医生，拄到我这个语言可能这个菲律宾的话讲未通，但是我要去看诊，即阵出问题啊，要安怎？是毋是透过咱种远道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咨询的这个部分？是像咱这个平台即摆有拄到一寡大商啦，伊就是伫比如讲泰国好啊，伊去泰国看医生，但是伊人医生讲话，伊可能惊讲英语。伊讲伊 stomach ache， 我巴肚痛，但是像咱孙医生伫遮，巴肚痛就分做一种安尼。但是所以讲这语言无共啊，伊的治疗的方式就无共，就差做济。所以讲这大商伊就需要咱台湾医生来甲伊互伊靠啦，互伊出国嘛有一个安全感。伊若有问题，就敲电话来咱台湾，互咱台湾医生甲伊斗3工。当然若有需要啥物代志，有需要啥物药咱可能伫线线伫迄个所在。有一寡合作的医院啊，安尼较上药互伊。我感觉嘛，毋是惊会当帮助咱的大商啊。其实咱台湾医生拢做专业的，英语嘛拢会使。其实我是感觉咱台湾2个医，其实就是医疗品牌，毋是惊真奶品牌尔啦。想到台湾唔应该只有真奶，还有医疗啦。国际医疗的当。国际医疗，就是人讲，若伫外国，伊可能真歹看医生，但是伊会使敲电话来咱台湾。来咱台湾医生问诊无？我感觉是会使，因为咱台湾医生
尤其是这届台湾 can help 嘛，咱台湾是世界有名的，咱台湾医疗大家拢知影真好。其实咱会当伫这届这武汉肺炎的机会，互咱台湾的医疗透过咱的科技啦，会当伫国际有更较侪发展啦。是有较侪发展啦吼，所以咱这个国际台湾国际这个看榜有影有名啦。但是这个法律上，若是安尼，我国际头拄咱讲的是这个伫国外这个海外咱台湾人，即阵若是国外的这个医疗患者，想讲哦，咱台湾的这个医术啊真好。若有这个平台，我去做咨询，有法规上的这个限制无？理论上啊吼，伊伫国外嘛，是伊伫国外发生，即马这网络是足歹讲啊。这发生地点是伫美国，是伫台湾，足歹讲啊。这医疗行为所以按甲价是拢理论上拢无啥物问题。OK。但是你讲开一张处方互伊伫遐下药啊，食了发生啥物代志时阵，这就足歹处理啊啦。吼，嘿，所以。这可能阁有商榷的余地啦。OK。所以这嘛是咱讲，若按规个拢慢慢啊拍通，像我头拄讲的，就咱解决这个问题啦。我即马头拄我咧讲到武汉肺炎吼，我是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前一阵有一个报告讲武汉肺炎吼，美国50几名防治啦，讲咱16名，大家拢讲我得第一名，开16名，这就是安尼啦。按头前做甲足好，按拢头前无好入来嘛，入来足少嘛，但是按若入来足侪时阵啊。总是有一阵机场会开放嘛，开放的时阵，佮走来走去，万一若像韩国安尼足侪人，像北京安尼时阵，免啊，有法度有无？吼，爱有上好的准备，但是爱上歹的拍算。所以4月12日，阮有一个全国的讨论会，有拜托我讲吼，我就是咧讲这个吼，这和视讯是有关的吼。伊这吼，美国的纽约克，搁迄个意大利啦、英国。死足者，大家拢会病医嘛，就像我头拄讲的，你无病，小可病医，大家等来等去，喂来喂去嘛。所以病医的规个瘫痪啊，拢歹啊。所以我感觉大后方是上要紧的病医。病医有叶克膜啦，有呼吸器，有加护病房的团队，有负压隔离病房。伊遮就是上重要，你要保护伊嘛。所以按台湾最前线做甲足好，就是讲机场，按着甲掠一半个。泵体温啊，低水压。机场你机场随甲掠出来，随甲隔离啊，拢无入来台湾嘛。但是迄阵有一部分有咱个台湾，就是按的本土案例，是当讲话着。来台湾的时阵，按若诊所会当负责任，吼，按的时阵会较好。我是讲若万一足侪人的时阵，15%的。动静的，拢总去病院。你这85%啦，拢去病院就互你淹死了。哦，这个医疗资源都放盘去啦。所以这85%的较轻呢，你诊所我来话是诊所嘛是土伊啊。所以这85%轻的是毋是？你得含你的家庭医师视讯诊疗，远方的治疗。治疗你含伊讲的，拢总治疗好啊。医生开啊，恁兜健康的人来诊所领药啊。卖轻症的人拍走。所以就是讲万一，若搁有第2波的时阵，若真正足侪人的时阵。诊所要负责任，诊所无病遐强，伊要用通讯诊查来保护诊所，这就是我一直咧想讲，一定要有上歹的拍算。所以即马吼，利用这边的机会，是毋是先居家医疗的人拢互伊会当远方的治疗嘿，迄老人啦，伫厝里的啦，他拄按讲遐无方便的，拢先互放互开啊。这放互开，有经验啊，吼，无你想讲。病院设备足好啊，诊所无可能讲开50万、380万去买物件，阮就是一个赖啦吼，一个社群媒体，但是这就足好用啊，这就互病人足安心啊，嘿，这是我的想法啦吼。若搁有1分钟，我搁讲一个吼，世界各国吼拢是基层诊所足侪，病院较少，医学中心足少啦。按国家是拄啊伫倒头，医学中心足侪，诊所反而较少。按一当7000亿吼，医学中心可能会4000亿，诊所个1200亿啊。大家知影讲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伫医学中心一张单才3300块，地区病才2200，诊所个1100块。你医学中心的名医一看100个，你30个来诊所，名医嘛较轻松，大家毋免等遐久。3300块变1100块，按全部就毋免搁去啊。无吼，我足烦恼讲吼，即马吼基层诊所吼。诊所是上重要，第一线无够强吼，将来安尼医学，就安尼医疗系统就无好安尼啦。所以即摆阮就是咧讲，这个通讯诊查
病院要开放，我拢足欢迎，我拢希望病院做甲足好。但是拜托，我那互诊所有一个会当做的所在安尼。就是讲吼，这个医疗资源吼，唔能敢若放伫这个吼大型的这医疗中心吼，大型的病院吼，基层这嘛是非常。尤其愈增卡，愈无大间病院，对增卡人来讲，你互增卡的诊所做足侪代志，对因是一种保障。对因是一种保障啦吼。其实头拄啊，咱讲如台医师啦吼，自这个万丰病院来到太平遮，嘛是这种这个医疗行为这个实践啦吼。所以这块吼继续。我就是感觉讲，咱的迄个地方的迄款基层吼，其实应该像头拄理事长讲的，要加强啦。是。莫讲干那医学中心，医学中心你若讲吼，这慢性病人，你若会当互因哦放喺互基层的一寡诊所落去，因开药单互因就好啊。也是啊，若讲因迄行动无方便的啊，你就开放讲会使用迄款的源头医疗的这个行为方式来吼开药单互因去用的时阵哦，渐渐来扩大吼，就较有可能去做会到啦。啊，莫讲头一届就要拢做会到，迄是无啥可能，就是讲到位，无遐简单啦。所以咱步步吼，行好知啦吼。其实咱看这个其他全球啦、社会，其实咧杀这个远东医疗吼。日本伫咧1997年就开始啊，其实美国还是讲澳洲，咱嘛带大家做伙来看吼。就是讲美国迄当阵是开放着这个家庭医师科啦吼。医师，你着透过问诊，透过这个传真吼，就是 fax 的这个方式，有当时你会当去领一寡药单吼，会当搁去继续去药房来领一寡处方的这个药啊。澳洲咧，这嘛是透过这个书信问诊的这个方式吼，医师甲你做一寡建议，你去药局会当买这个非处方签的这个药啊。日本咱头拄嘛讲对，伫咧1997年的时阵就通过远距离医疗办法啦吼，嘛因应着这个日本高龄化这个社会。嘛要甲这个远距离医疗概念用伫咧老人、社区、教会等等这领域啦吼。其实葡萄牙遮吼，因的国民会当透过线顶的这个工具吼，会当去看这个病例啦吼，向家庭医师来按算讲当时要去看诊，确认讲这个预防射是有接受这去拍射还是无啦吼。嘛是这个医生甲你这个叮嘱的这个叮咛啦吼，拢写伫咧这个头顶啦吼。其实各国已经做真进程啊，咱头段嘛讲着。台湾因为过去医疗资源就真利便啦吼，3步5步就一间诊所啦吼，3步5步就一个这个药房啦吼，要去做一寡这个咨询嘛真方便。但是咱头段嘛讲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咱若是真正吼，真正莫拄着这工啦。但是咱总是要有一个万一啦吼，万一即地咱要安怎来这个防范啦？咱先搁请咱的这个策略长啦吼，头段咱讲的远距离医疗伫遮，咱即阵嘛要开始杀进前真侪国家拢咧做啊。咱这回要对着骹步安怎过去进行？策略长，咱继续请你。OK， 好。这个头拄啊，主持人讲吼，咱即马这个远距的这个目前的医疗内底，包括监测和咨询，实际上会使搁进一步，会使做愈好的这个卫教。OK。譬如讲即马爱治疗感啦吼，经过这个系统，大通知我来做治疗感。是。哦。是讲癌症的筛检，告诉讲大肠癌，你的年龄到，应该检查，紧来通知，叫来做这个，还是讲脸癌，还是讲嘴遮的吼，这个癌症，这个卫教，然后有当时会用叫伊讲你这个运动无够，一天吼运动量安怎，所食物件，还是讲体重相当，包括卫教这些，用更好来加强，互咱的这个。这个远道的这个方法，包括监测、咨询以后，再加上卫教，互咱怎生活形态的改变。这是上大压解吼，咱应该进行的这个代志。至少先搁把这个杀互伊愈来愈好。政府的力，伊绝对有法度去。这较早就是国政署咧做的工作，但是会使透过咱所有的这个。病院要来参加，还是诊所拢会使来参加。经过政府的力，大家普遍化，尼就是全民愈来愈健康。唔好等到破病，才要来医，应该互伊莫破病。莫破病上重要就是运动、饮食、
疫苗是该做的来做好势。这癌症的筛检，哇，安尼台湾的愈来无共款，毋是讲等有病较来看病，无病就先来治疗，无病。这拢是这个普遍爱去来去想的啦，就是讲透过这个资讯，然后这个生活形态，会当资讯了后，愈来愈健康，愈来愈正常化。其实咱嘛讲要去看医生一回。可能是等2点钟，买去看3分钟尔啦。这个医疗资讯平台其实是真侪这个医师免钱，也是讲伊用这个家己的这个看诊以外这个时间来去做推测。一个人差不多爱去先 booking 啦，爱去预约。一个人差不多会当看10分钟的这个时间。这10分钟内底，医师拢会当各因什么款的这建议。虽然他都有讲到，有一寡建议是医疗行为是袂当去做的，但是因一般上拢会当像这个切流长讲的。互因做一寡生活形态这个改变继续咱请教吴翔。其实讲这应该有做人会感觉讲咱这稳固医疗，敢有法度做甲人你去看医生遐好。其实就像主持人讲，你去病院可能惊看3分钟，但是这10分钟医生会当甲你讲做济个啦。基本就像讲你可能莫食啥物物件，可能咱生活爱做啥物改变安尼。其实总的我来讲应该讲咱的这看医生的行为，会随咱的科技的改变。会搁进步啦，像咱即摆叫便当嘛袂敲电话，就是手机预约嘛，对无？所以讲这个科技的进步会甲医疗做改变啦。咱台湾嘛毋是惊讲咱医生做专业，咱的护理师嘛做专业啊，咱的药师嘛做专业，所以讲咱以后应该是讲大家民众伫处理，就有法度问这个专家一寡问题。无管是照护的还是用药爱安怎食，这拢会做一个改变啦。是。有影，咱头拄嘛讲到，虽然网络科技真发达、真方便啦但是网络的资讯嘛是真多，但是头顶拢是无啥。若透过这个科技的这个平台，真正专业的这个医师就遮，护理人员就伫遮，我真正问会到比起我讲我家己去查的，拢是错误的，也好真济啦尽信书不如无书网络有足侪拢。唔对的啦，但是我无恶意，就是咧平台我拢希望国家会当管理，会当认证。你嘛希望恁的平台做有较无好的平台，敢若要卖药迄唔好啊。当然是第一步，咱是对病人、家庭医师才先放松啦平台可能咨询遐慢慢来啦。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要开药开处方签，拢那是病人和家庭医师即地。爱慢慢放互开，安尼是。就是讲这个平台要开放，第一步也是回归到咱讲家庭医师这个部分咨询的这个若平湖啦、离岛啦、山地啦，迄当然我拢希望讲遐卫生所啦、护理站跟他护理师尔，迄拢会当含大经费的专家来配合，迄我拢赞成啊，因为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弱势者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其实吕署长遮是讲有这个步数一步一步来啦咱继续搁请这个蔡署长他都这个一步一步来，甲咱讲其实拢爱政府才拍通关啦这个机制一定嘛有，有的是这个合法的，有的讲真正是干那是要卖药政府伫咧法规上嘛是爱去严格来去管啦是，无毋对。这有一个立法的基础的时阵，大家就知影讲要安怎做。循序渐进，一项一步一步来，嘛无可能讲马上做，就完全改变。总是有一个开始，安尼开始未来较有一个愿景。是。医师法11条迄立法院修法足困难。有影。但是107年5月。通讯诊查治疗办法，迄是144的一个办法。是，迄144要改是其实简单，所以应该按大家若有共识，144要开始慢慢放，因为遐拢有嘛，甚至遐学美国美国讲家庭医师得当通讯诊查，嘛有家庭医师照护计划的会员，拢有当优先来做通讯诊查，有学美国迄地迄地有500万的人，遐若开始开放。拢总无啥物大问题，就全国拢会当开放啊，所以理论上是有要做无要做的问题OK， 有影啦咱最后请教咱的吴翔啦其实你过去嘛是读这个护理背景的入去到科技平台，你望到讲，头拄咱问到法律上一定要去限制啦，有惊讲其实有其他平台会去创一寡有诶无诶，有即款现象出现，安怎去避免？其实讲我是感觉台湾的医疗还是回归到医疗的人出发。像我就是护理人员，加我有读一寡资讯，
啊，咱即个医疗，你若要做个晚期，其实咱医疗人咨询就是袂当分开的啦。这两个一定要结做伙，啊，这嘛是未来趋势啦。嘿，啊，咱若安尼法律开放，其实咱台湾医生嘛未来，啊科技的人嘛未来，其实咱豆豆做，一步甲伊做好，慢慢来，一定会当做到全世界第一个。有影啦，但是咱头拄仔嘛听到这个理事长有伊这个疑虑伫咧啦吼，就是讲啊尾手可能嘛是真侪人要来抢即块这个大饼啦吼，但是即块大饼一定要控制好势，就是法律上我安怎有这个规范，但是这个法律上我嘛要去放松的这个所在，就是讲要互这个医疗行为也好，医疗病患的这个品质也好，拢顾会着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吼，徐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法律规定就是居家医疗会使嘛，迄足少人啊。居家医疗的收案个例，迄先放互送，啊，或较家庭医师的照顾计划放互送，或较个老人无方便的放互送，一步一步来。我感觉台湾咱做甲足好，就像咧这专家讲的安尼，大家都可以互相合作啊。是，有影啦吼。今仔日咱讨论到这啦吼，就是讲科技的应用甲这个医疗服务吼，安怎甲这个台湾医疗品牌继续来杀出来吼。今日真正非常感谢徐来宾，多谢，感谢，谢谢。这两项都台湾上，科技。